Hello，大家好，我是加密九哥。上一期呢，我们分享了一个 Web3 开源出勤的一个协议。那本期我们将分享近期热度呢非常高的一个公链 Aptos。那如果你喜欢九哥的频道呢，可以加个关注，同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呢一起交流。Aptos 呢，作为这个 Layer 1的一个区块链呢，它的愿景是呢为所有人构建了一个可靠和可扩展的一个区块链。那它是由这个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稳定币的一个项目 Demo 的一个前团队成员发起的。融资的这个规模呢也是非常大的。那投资方呢包括了 A16Z 和这个币安，还有多币资本，还有 FTX 和这个昆贝斯等等等等这个顶级的一些 VC 进行投资的。那融资规模呢也高达了3.5亿美金了。那相比之下，在上一轮熊市中呢，拿下这项这个融资金主的这个团队呢，来自于蒂芙尼和这个飞科印两大天王级的这个项目。但是呢，Aptos 这条新型的公链呢，未来表现如何呢？这个值得我们期待呀。因为在当下的这个公链呢，非常非常多啊，它不仅仅只有这个以太坊和这个 Solana， 还有这个Polygon， 还是很多的啊。目前已经有几十条这种公链了。那么在当下公链众多的前提下呢，Aptos 为什么能斩获资本的青睐呢？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首先呢，Aptos 呢，它基于现有的公链做了6个创新它跟基于现有的一些公链呢，它做了一些比较做了一些改进和创新。那首先第一点呢，它那个 Aptos 呢使用这个 Move 这个语言编写的我们知道在以太坊它用了 Solid 的这个智能合约这个语言进行编写的。那它受这个 Rust 启发，专为智能合约开发而设计的计算机语言，将安全的和这个灵活性的相结合改变了这种 Web3 的一个构建的原则。另外呢，Aptos 的团队呢也增强了这个 Move 支持更广泛的 Web3 的这个应用。它支持这个细腻度资源的一个控制，那也允许在单个账户中存储大规模的数据集。那比如说这个 NFT也支持完全在链上的一个共享账户，例如允许复杂化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道的这种协作的共享。那么第二点的话，它支持这个灵活的这个密钥管理功能账户支持密钥的轮换，这样的话降低了私钥的泄露远程攻击以及可能破坏现有加密算法的风险。那这个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钱包账号呢也是不怎么安全的虽然说去中心化的只要我的助记词还有私钥保管好了，不会被盗，但是呢，这个不被盗的这个风险它正在降低那此外，Aptos 呢账户呢还可以灵活启用新的份和托管模式，这样的用户可以将轮换账户私钥的能力呢委托给其他保管人或受信任的一个实体进行一个托管这是它跟现有的这些钱包呢对这个钱包账户呢做了一些改进那么首先第三点的话，Aptos 的区块链在交易处理的关键阶段采用了流水线或模块化的一个方法，从而让交易的传播、区块源数据的排序，并并行交易执行、批量存储和账本认证的这种操作呢，可以同时的运行，以实现网络的高吞吐量或低延迟这个呢，它是基于这个 Solana 呢进行了一个对比的和一个优化。Solana 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虽然说速度很快的，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呢，它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容易宕机而且它过于的中心化那第5点就是 Aptos 的模块化的一个架构设计呢，能够保证了客户端的灵活性，从而呢便于频繁及时的更新这是它的一个第五个这个创新，也是针对目前现有的区块链的一个公链的一个现状做了一些改进的地方。
那么第6点的话，就是 Aptos 模块化的设计的和并行执行的引擎的支持，验证器内部的分片，那同质状态分片提供了水平吞吐量的可扩展性的潜力，而不会增加节点运营商额外的操作啊，这是它的一个改进的一个要点。而且的话，它这个它具有可扩张性可扩张性。所以这是它的6个呢比较相对现有的供电的一些亮点吧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创新点那借有现有供电的饥渴进行优化。那目前呢，在 Aptos 上有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项目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当然了，因为时间的一个关系呢，我们不能把这个上面所有的项目进行一一的进行一个详解。但是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会先分享一个这个项目。那我们接下来会出一系列的关于这个 Aptos 上的一些我们可以参与的一些项目。当然，目前呢，这个 Aptos 呢也在进行一个测试公测阶段。当然目前的话呢，公测的话应该是属于主网上线的最后一次的一个测试了。不过呢，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它这个测试网的话呢，我认为可能需要一些代码，你要会写编程这个所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当然了，网络上有很多教程，但大家也可以参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生态我们今天来了解的就是 Aptos Name Servers， 就是它的一个域名的一个信息 Names for the Metaverse 就是关于一个元宇宙的一个名称。那首先的话，我们在参与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钱包叫 Merchant 这是它的一个 Aptos 的一个生态当中的一个钱包应该也算是一个官方的一个钱包吧。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创建创建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操作了。这个怎么创建，怎么去，这个我就不讲了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去操作。当我们将钱包创建好之后呢，然后我们有看到它这里有个 AirDrop， 我们点一下这个 AirDrop， 然后去领取一些空投的代币。然后我们现在呢，钱包就多了2万个这个 APT。那 APT 呢，也是这个 Aptos 的一个生态的治理代币。目前呢，参与它的测试网的话呢，我们可以获取到它的一个主网的上的一个代币 APT。目前的话呢，最多的好像可以拿到8万枚的一个代币当然了，如果我们连续的从它的一开始测试到现在呢，我认为主网上线之后呢，我们应该可以拿到很多的一些空投代币的好，如果我们没有赶上它的这个参与不了它的测试网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参与到它的生态的一些代币生态的一些项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Aptos Name Servers 这个项目。那首先我们要连接钱包。这个呢是这个 Aptos 上的一个身份域名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怎么操作。首先呢，还是一样的，和之前的样子。我们先要去搜索一个名称，如果说这个名称可购买的话，我们就可以买；如果不可购买，这里它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 buy 我们现在出来，我们就可以购买了。这个钱包的话有一点不好，它就是每次要输入密码。那这可能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账户的安全性。我们有看它现在扣掉了我们11个这个 IPT 然后这个账户呢我们就注册完了。这是一个测试版本的一个它这边有一个钱包地址，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钱包地址然后输入进来。这是测试网的主网上线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性能怎么样了。因为现在生态的话不多，项目也不多，所以说呢，我们感觉还是挺丝滑的。好，这个域名呢我们就注册完了。注册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多去操作一下。
当然，其他的项目呢，我们将会在下期的话呢，继续的去分享它这上面值得我们关注或参与的一些项目。当然，这个 Aptos Name Server 它这个就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所以说非常的基本的入门级的吧。这个项目应该算是一个。这个项目我们就先操作这，因为这个非常简单，非常入门级的。因为我们在过去呢也操作类似的项目也比较多了这个项目就先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呢也是一个测试网络也是个测试网络，因为我们用的也是测试代币。当然，我认为它这个新的公链上面的很多项目，我认为可以值得关注一下。当然，它们近期的热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同时呢，如果喜欢九哥频道呢，可以加个关注，顺便呢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赞，那九哥将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